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了记者会。世委会是在国际平台倡导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权利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上，世委会秘书长埃尔肯埃麦提和世委会副主席埃尔肯埃克热木博士做了简短的讲话，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直到1998年，土耳其一直是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中心，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些禁令和麻烦，因此我们被迫前往欧洲，搬到德国。1999年，我们建立了世界维吾尔国会，我们希望在国际上为东突厥斯坦的运动而努力。包括联合国和欧洲议会在内的许多机构中，我们被公认为维吾尔人的合法非政府组织。我们今天举行了一次会议，以提高土耳其媒体和民众的对维吾尔问题的意识，以及表明我们在东突厥斯坦的痛苦处境。安卡拉哈杰泰佩大学讲师埃尔肯埃克热木博士说，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穆斯林世界对东突厥斯坦问题不感兴趣。23个西方国家支持我们，但这些国家中没有穆斯林国家。在过去3年里，多达300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及其他民族的人被送进了东突厥斯坦的拘禁营和监狱。这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面镇压行动是为了削弱这些少数民族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尽管大规模拘禁已引起全球的愤怒，中国政府还在同时推进着一项针对该地区儿童的行动。据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一份交流材料，截至2017年初，已有近50万名新疆儿童与他们的家人分离，被送进寄宿学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且仍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许多人担心这种病毒会影响被拘禁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中的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最近，大概50名维吾尔儿童被送往中国内地省份的一个画面，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注意。据说，这段视频是在吐鲁番拍的。大概50名维吾尔儿童准备前往广西北海市。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北海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39例。湖北当局周4宣布，单日死亡病例新增242例，这是自爆发武汉病毒疫情以来单日死亡记录最高的一次。新增感染病例近 1.5 万，导致全球感染人数超过6万。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表的声明，全国范围内的死亡病例上升至1381人，其中1人来自香港特区。全国范围内累计确诊病例人数上升至63851人，目前被隔离观察的人数则为177974人。2019年12月12日，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短时间内蔓延至其他城市和国家，使得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表示，华为长期使用欺诈和欺骗手段来盗用美国同行的先进技术。起诉书还提到了华为用了3大方法，但内容未提及是哪些美国公司受害。起诉书中称，华为及其他代理公司其谋盗用6家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也指控华为以此作为战略成长，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新的指控中还包括一项联邦敲诈勒索。此外，根据长达56页的起诉书，华为还被指控利用其全球子公司隐瞒与伊朗和朝鲜的交易，违反美国的制裁。美国还针对华为参与受制裁国家的事务提出新指控，其中包括指称华为在伊朗安装了监控设备。在2009年德黑兰发生反政府示威期间，这些设备被用来监视、识别和拘留抗议者。2020年1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月，在此凸显了地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并再次引起人们对海冰覆盖率降低的担忧。据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旗下国家环境信息中心有记录的
141年气温数据以来，2020年的1月是史上最热的。全球地面和海洋表面温度比较20世纪平均温度高出摄氏1.14度。